营养专家说了，每天2个鸡蛋，蛋白质才充足。你们俩一会儿多喝了啊。这是早饭，自己惹的麻烦，你自己说。妈，我今天早上还得开会，我得马上走了。哎呦，来得及，再忙早饭总要吃的，快坐下。是啊，阿姨把早饭都做好了，吃完再走。最近天气干燥，喝点鸡蛋水，去火消肿，美容养颜。哎，你这孩子，这纯天然的东西，你至于那么恶心吗？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妈啊？我约了投资公司8点钟开会，再不走真来不及了。青青，你就替我多吃点啊！哎，你真走了？这孩子，哎，小周他没口福，我把好东西都留给你。青青啊，这里面有红枣、雪参和天麻，都是特别补的东西。喝了啊！这会不会有点太补了呀？一看你啊，就知道体虚，一定要多补补。快喝了，凉了就腥了。好的。青青，你快看，这衣服是不是很可爱？啊，哎呀，可惜我买了也没人穿。要是我能早一点有个孙儿就好了。阿姨，要不我们先去买点晚上做的菜吧？好。青青啊，你以后呢要多吃点海产品，什么海参呐、墨鱼啊什么的都要多吃点。我不太喜欢吃这些。青青，你可不能太挑食了。我在文章上都看到了，这些海产品里面有什么精氨酸、碘、铁、钙什么的，这些可是对备孕的女人最好的补品。阿姨，那个我去看看哪里有什么那个洗衣液。哎，青青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刚才看到一个杯子特别好，我想再去看一看，你帮我结一下账啊。这是南州给我的副卡，密码你知道的吧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我去就来啊。快起快起！喂，你银行卡密码多少？赶紧告诉我，快！你在做梦吗？你妈让我刷你的卡，密码再不告诉我，咱俩的事就暴露了。短信发给你。哎，还有啊，陪你妈妈逛街这种事得额外加服务费。喂，小姐，你要结账吗？姐，